香港戒毒會提供免費自願嘅戒毒治療康復服務，幫助唔少生命中充滿不可能嘅弱勢人士揾到可能，重建自信，並且回歸社會。爬龍舟係我哋其中一個介入手法，而我哋龍舟隊只係成立咗短短嘅2年。我哋透過龍舟隊嘅訓練同埋參加公開比賽，希望藉此加速佢哋嘅成長，改變社會人士對吸毒者嘅睇法。咁當時我曾經帶過一啲康復員去玩咗個龍舟體驗日啦，就俾嗰個美麗嘅畫面吸引咗。咁於是我哋就一齊由零開始，一齊同佢哋一齊學習，佢開始呢個服務啦。我吸咗毒都差唔多接近20年，而家戒咗都16年。咁我自己都經歷好多次先至成功戒毒。其實大家睇到嗰條短片呢，就唔係一條宣傳片嚟嘅，係真係一個真實嘅記錄，記錄住佢哋平時嘅操練嚇，好刻苦，好艱巨。我哋經常都會有好多碰撞啦、摩擦啦、拗撬啦。冇不良嗜好嘅人嚟講咧，都係一件唔容易嘅事，因為其實佢要求嗰個體能、嗰個強度咧係高嘅。而家何況我哋仲要去參加競技。原來透過呢個過程之間咧，佢哋都互相學習磨合啦，大家一條龍一條心，好有目標嘅團隊。佢哋好感受到我哋去為佢付出嘅時候咧，其實慢慢都對我哋開始有份信任。咁啊，靠住呢份感染力咧，去推動佢哋慢慢去改變。龍舟呢件事好有意義，亦都見證到佢哋嘅成長。有成立咗龍舟隊以後咧，係過得最辛苦嘅，但係亦都最值得、最有意義嘅。我哋喺比賽過程嘅之間咧，出咗一個好大嘅衝突。咁當時佢哋起晒情緒，有大部分嘅人甚至乎話把拍。我好感動第一樣嘢就係話，最後佢哋原班人馬企晒喺碼頭等我，準備開始個比賽。最後個心都係翻嚟條龍嗰度咯。攞獎對於我哋嚟講，我諗係對院友嘅一個肯定。自我審視之後，佢覺得乜嘢係應該去做，乜嘢唔應該去做。我覺得我哋成條龍好似喺度起飛。然後最後佢哋真係有一場比賽。我自己本身都係喺石鼓洲嗰度康復成長嘅，依家可以幫翻人，用生命去影響生命，我覺得好有意義。咁喺嚟緊嘅日子裏邊呢，我要訂立一個新嘅目標，再重新去出發努力。香港戒毒會會繼續以無限嘅希望同埋勇氣，說好社福故事，一齊將不可能變成可能。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幫人戒毒㗎，同時我哋都着重服務使用者嘅身心靈發展㗎。